曼聯後費格遜時代嘅10大慘案啊，第10位係2024年嘅5月份，水晶宮4-0擊敗曼聯啊。滕哈格口中嘅最低點，曼聯全場俾水晶宮壓住打，進攻無力，防線潰散，球員互相指責，呢一場失利亦都徹底撕咗豪門底蘊嘅遮羞布。第9位2022年嘅8月份啊，賓福特4-0擊敗曼聯，滕哈格上任第2輪就俾人打醒啦，球隊開場35分鐘連失4波，全隊毫無鬥志，而喺嗰一晚，C朗落寞嘅眼神成為翻紅魔鬼潰敗嘅象徵。第8位2021年嘅11月份，屈福特4-1擊敗曼聯啊，保級隊痛擊豪門，呢場嘅慘案直接係送走蘇斯克查，而球隊喺場上面毫無組織，呢個亦都唔係技戰術嘅問題，而係徹底嘅崩盤啊。第7位2020年嘅10月份，曼聯係1-6不敵熱刺啊，摩連奴回到夢劇場，用自己嘅方式羞辱舊主。上半場曼聯係10人作戰，熱刺瘋狂反擊，孫興文同埋夏利卡尼嘅組合拆穿成條曼聯嘅防線，奧脱福呢一夜亦都成為翻倫敦人嘅狂歡獎。第6位2019年嘅4月份，愛華頓4-0擊敗曼聯，曼聯被完全碾壓，蘇斯克查喺場邊完全冇晒表情。賽後佢亦都提到過啦，呢個係佢執教以嚟最羞愧嘅一日啦。曼聯唔單止輸波，仲要輸埋靈魂。第5位2016年嘅10月份，車路士4-0擊敗曼聯，乾地嘅車路士徹底嘅撕碎咗啦摩連奴嘅防線，老東家打到佢頭都抬唔起。而賽後乾地喺場邊激情慶祝，而摩連奴亦都係冷笑離場啊！呢個亦都係藍色王朝對昔日霸主嘅接管儀式。第4位2014年嘅8月份，米爾頓凱恩斯4-0擊敗曼聯啊，亦都係雲哥爾上任僅1個月以嚟亦都遭遇咗聯賽杯嘅奇恥大辱，對手只不過係當時嘅英甲小球隊，但係曼聯當場比賽踢得毫無鬥志，防線形同虛設。英媒當時亦都諷刺曼聯俾 GPS 都揾唔到個球隊淘汰咗啊！第3位2019年嘅4月份，巴塞羅那3-0擊敗曼聯啊，老營之夜夢碎重演，美斯嘅梅開二度，迪基亞嘅低級撲救失誤，曼聯從此正式退出歐洲頂級行列。第2位係2022年嘅10月份，曼城6-3曼聯啊，哈蘭特同埋科頓雙雙上演帽子戲法，曼聯嘅全場跑動少咗7公里，防守如紙糊啊，城市打比徹底成為翻單方面嘅處刑。第1位係2023年嘅3月份，利物浦7-0擊敗曼聯啊，曼聯8年歷史嘅最大比分慘敗之一，坦下格無言而球迷崩潰，每一個失波亦都係信仰嘅崩塌回升，呢個亦都係費格遜時代結束咗之後最恥辱嘅一夜。